述說平安與真光，人黑暗將要轉為神國，到正更頭要穹蒼，基督國度降臨在地上，國度愛與光輝煌。我們有一首歌唱求萬國，是人心靠向主仰望。這歌聲能震破罪惡，集團刀劍與矛槍，集團刀劍與矛槍。人黑暗將要轉為神國，到正更頭要穹蒼，基督國度降臨在地上，國度愛與光輝煌。我們有一信息傳遍萬邦，主同志在高天之上。